咱台湾队这届是摕到这一届12强的冠军，为青开始一路去用看衰，到将基尾摕到头名。队长陈杰宪也有元老级的陈冠宇，比赛了后是感动甲流目屎，嘛感谢团队，也有感谢这些少年球员，做伙写出新的历史。也那总教练詹豪古是讲，会阁继续来打拼。 兄弟冠军颁奖台，咱的奥会会歌响遍东亚歌坛，台湾选手向世界讲，无啥物无可能。踏实的走好每一步，然后我们走到了最后。我想要跟我老婆说，老婆，我做到了。当初答应你的，要拿年度 MVP， 但我现在是拿了世界 MVP， 再送给你，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 总算完成战胜日本职业队的梦想，队长陈杰宪3届元老，陈冠宇替补的郭俊霖，拢伫比赛了后大哭。可能是我没几次的中华队，对，所以很谢谢这次的年轻选手。有点回到10年前的21话，因为我们也是跟日本队连续打2场，然后一样是前一场是打消化式了，但我们那一场是输掉，但冠军赛我们一样是完封日本，希望可以跟10年前一样笑到最后。但我这些学弟他们做到了，让我有机会参与到世界冠军，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打中华队了，对，谢谢他们。 少年球员虽然无大哭，不过也是真激动和感动。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，因为感觉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梦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很不可思议的感觉。就打棒球都没有打过冠军，是从国小到现在，然后第一次冠军就是爱奇赛世锦，蛮感动的。我也很对我们团队很感到骄傲，就是我们走到最后一天，然后到了最后一天还是拿到金牌这样子。 平均年岁72.5岁，是这届守护队5项少年是安怎做到的呢？牛棚教练王建民、大旗教练彭正明讲，啥物拢唔惊，团队凝聚力加强。大家蛮争气，而且投手、野手都将士用命。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真的打得太棒了。以前没有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很板，就是看的就是非常开心。 带新世代球员创关，加入这一届王者总教练詹豪古讲，替球员感觉良好，证明应甲世界强的对抗。我们是有能力去竞争的，那当然，我们是接近人家强队的一小步，我们还要继续努力。 颁奖典礼了后，未少球迷无离开对赛场底下的球员，一直喊 Team Taiwan， 见证球队世界高梯历史。相信自己全力以赴，中华队从不被看好到拿到冠军，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感动。而这也是中华队睽违32年一级国际赛事的首面金牌。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、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。